首先，你將你嘅影片拖入 Tracker 裏邊，然後你可以試下播放，睇下個效果係點。Tracker 播片嘅時候會用一種回慢播放嘅方式去俾你睇清楚整個影片嗰個運動過程係點樣。咁你見到同學投籃嘅時候，咁我唔想要晒成段片，我想要佢嗰個籃球係空中飛嘅時候嗰個情況。咁所以呢，我首先就攞嗰個同學係個籃球啱啱離手嗰一刻開始計，就好似呢度。咁我將呢個倒三角形呢拖到嚟呢個位置，就個同學啱啱離手嗰一刻呢度。然後嗰個同學嗰個拋出籃球嘅時候，我希望最後就係個籃球穿過籃網落咗去之後，大概呢個位置啦。咁我作為最後一個地方。咁你 set 好呢度之後，每一次 Tracker 播放都係播呢個位置嘅啫。咁你對佢運動嘅分析啦，都喺呢個位置裏邊分析。咁第一步啦，咁首先你就要睇下嗰個影片嘅參數啱唔啱。我所指嘅參數係嗰個影片每秒究竟係幾多幀嘅。咁譬如呢個影片你見到佢每秒25幀，咁因為每秒25幀，咁一幀同一幀之間嘅時間間隔呢，就係0.04秒，一除以25就可以計到佢出嚟㗎啦，係。咁所以每一格之間係0.04秒。咁你檢查完呢樣嘢之後，就可以定一個參考長度，話俾 Tracker 知道究竟呢個空間有幾大。咁呢度有一個叫做校正桿啊，按佢出嚟。咁你見到一個藍色嘅桿喺呢度嘅，係一個藍色嘅桿。咁我假設啦，呢個同學係1.8米身高。咁你就將呢個桿上下兩部分對準住佢，咁定為1.8米呢一度。咁 Tracker 係用國際單位㗎，咁所以既然1.8米就直接打1.8 OK。咁話俾 Tracker 知，呢度就1.8米啦。咁所以個籃球投籃嘅時候飛咗幾遠 Tracker 就知道，因為呢度1.8米，咁其他地方自然就知道啦。定咗參考長度話俾 Tracker 知之後，咁就按呢度定個直角坐標佢，俾嗰個 Tracker 知道。我要描述運動，咁你當然要話俾 Tracker 知邊度係起點，邊度係原點啦。咁所以呢個直角坐標裏邊啦，就將佢擺喺我呢個球嘅中間位置裏邊。咁 Tracker 就知道啦，呢個地方就係原點啦。向右手邊橫軸過去就係所謂嘅 X 軸，向上上去就係所謂嘅 Y 軸。咁個球喺上面飛嘅時候，咁佢就自己對應嘅 X 同 Y 坐標。咁你定完佢之後，你可以按翻一下熄翻佢。好啦。咁你定完坐標啦，定咗我哋嘅校正桿，話俾 Tracker 知道長度係幾多。接住落嚟最重要做呢，就係話俾 Tracker 知道你要追蹤嘅呢個球嘅軌跡係點樣。咁我哋呢，就首先建立一個質點，按呢個掣建立一個質點。咁你見到呢個就係質點 A 嘅意思，質點 A 嘅意思。咁我話俾 Tracker 知呢個球嘅運動軌跡嘅方法有兩種，一種係手動法，一種係自動法。咁手動法呢，就往往喺自動法用唔到嘅時候使用嘅係。手動法嘅方法就係首先按住你鍵盤嘅 Shift， 再按滑鼠左鍵，按落呢個球嘅中間嘅地方。咁你每按一下呢， Tracker 就自動同你跳到下一幀俾你再按㗎。咁你見到按咗下啦，咁個球跳咗上嚟，按住 Shift 再按呢個球嘅中間，按住 Shift 再按球嘅中間。咁你見到個球時蒙咗啦，咁盡量取中間位置啦，盡量啦，呢個事情冇辦法，有啲時候。咁你不停咁做落去嘅時候，咁你就可以係將呢個20幾30幀啦，整個過程，整個運動嘅過程啦，你用人手按晒佢，話俾 Tracker 知個球運動係點樣啦。咁你見到隨住我按嘅時候，隔離數據自己跳出嚟啦，測量咗出嚟啦。
咁佢即時同你作埋圖添，係嘛？咁呢個就係手動嘅方法。咁自動嘅方法係點樣呢？自動嘅方法咧就要求你嗰個被追蹤嗰個物體係同個背景有好清楚區分，咁先 tracker 可以自動追蹤得到佢。咁自動追蹤往往比較準確啲，而且方便啲啦。咁為咗使用自動追蹤，我首先就清咗手動追蹤嘅呢啲數據佢先啦。你唔清都得嘅，你混合住嚟用都得嘅。不過用自動追蹤，我就喺呢個演示裏邊一次過講晒自動追蹤嘅，即係只係用自動追蹤嗰個結果俾大家睇。咁清咗佢啦。咁按右鍵，按呢個 Auto Tracker 就係自動追蹤。一按自動追蹤之後，呢度有個細嘅窗口跳咗出嚟。咁你對住呢個球按 Shift 按 Control 兩個掣一齊按住 keyboard 裏邊，然後再按呢個球嘅中間滑鼠左鍵，按咗之後咧就話俾 Tracker 知，呢笪地方咧咁嘅樣嘅地方就係我需要追蹤嘅樣嚟嘅，個模板嚟嘅。咁你見到啦，個模板就係咁嘅樣。咁 Tracker 就自動追蹤呢個咁嘅樣嘅位置啦。但係個球咪就係咁細嘅啫嘛，咁所以你需要拉大啲我嘅模板嘅位置。咁話俾 Tracker 知啦，我要自動追蹤一個咁大嚿啡啡地色嘅一嚿咁嘅嘢，一個圓形咁嘅嘢。咁括住咗呢個範圍啦，咁試下 Tracker 可唔可以自動追蹤得到？咁為咗測試呢，我就按呢個掣 Search Next 下一幀自動追蹤係咪成功？按一下。咁你發覺按完之後，你啲紅色字跳出嚟啦，其實就話俾你知自動追蹤啦，睇嚟有啲問題出現噃。咁點解會有問題出現呢？就係因為呢個球抌出嚟嘅時候呢，佢旋轉，而且係蒙得比較緊要啊。咁 Tracker 就誤會咗，唔知道個球已經去咗邊度。咁為咗話翻清楚俾 Tracker 知道球喺邊度，咁你將呢個搜索框咧、搜索嘅範圍啦，擺翻喺呢個球，你人眼望到呢個地方裏邊。要 Tracker 再 search this， 再喺呢個地方再揾一次，按一次，咁 Tracker 就同你揾到啦，係嘛？咁然後咧，你就可以睇下下一幀可唔可以自動追蹤得到，按一下，得喎，再下一幀咧，又得喎。咁我 Tracker 睇嚟咧，真係可以一路自動追蹤落去，個球飛得比較穩定喎，呢家。咁我試下啦，睇可唔可以一次過全部自動追蹤晒出嚟啦。咁我就按 search 啦，咁按嘅時候咧，你見到一路啦，每一格啦 Tracker 都自動追蹤出嚟，咁整個過程啦，全部自動完成嘅係。但係一嚟到呢度竟然失敗咗喎，點解呢？你放大佢嚟睇，你發覺呢度咧係籃框嘅位置嚟嘅喎，你個籃框係遮住咗令到 Tracker 唔清楚究竟你個球去咗邊度。咁但係睇嚟佢自動追蹤嘅呢一個位置都算比較啱噃，咁所以我就同意呢個地方咧係我自動追蹤嘅結果。accept 咗之後咧，咁另外最後幾幀咧就自動追蹤埋啦 Tracker， 搞掂晒啦，我就刪咗佢。咁所以總結嚟講啦，Tracker 就自動追蹤咗呢個球嘅整個運動軌跡出嚟。咁我重播翻出嚟啦，就係咁嘅樣，係嘛？整個過程追蹤晒出嚟啦。咁我睇翻呢邊啦，咁追蹤咗出嚟就有我哋嘅運動線圖啦。咁我哋就需要分析呢個運動線圖係咩意思。拋體運動上邊啦，佢其實可以分為係 X 方向上邊嘅運動同埋 Y 方向上邊嘅運動。咁你見到呢度寫住 X， 呢度寫住 T， 即係呢個係一個 XT 圖嚟嘅，係呢個係一個 XT 圖。XT 圖嘅意思咧就係 X 係打橫嘅坐標啊嘛，係代表打橫方向嘅位移。其實佢就相當於位移時間線圖嘅係。咁你見到喺位移時間線圖裏邊係一條直線。咁根據我哋所學嘅知識啦，位移時間線圖係直線，代表我係一個勻速運動嚟㗎。即係話你拋一個球出去嘅時候咧，喺 X 方向上面佢係一個勻速運動。咁你可以按呢度啦，轉成係 Y 方向睇下 Tracker 記錄 Y 方向係一個點嘅樣。咁你按出嚟之後，發覺Y 方向上邊係一個咁嘅款嘅運動喎。
咁我哋記憶翻啦，位移時間線圖裏邊，佢斜率代表速度啊嘛，咁所以嘅話，你見到呢度係越嚟越冇咁斜，代表個速度係降低緊。嚟到呢度啦，斜率係零，代表速度係零。呢度落翻去又越嚟越斜喎，代表個速度又增加翻。所以喺 y 方向上邊呢個物體啊，係一個先減速度停低，再加速跌翻落去一個咁嘅過程啊。先減速度停低，再加速跌翻落去咁嘅過程。咁除咗 x 同 y 方向上邊，我仲可以睇係 vx 係點嘅樣啊，又可以睇 vy 係點嘅樣啊。咁你見到 vy 呢啲數據好似有啲起伏喎咁樣。啱啱我唔係話 x 方向上邊嘅勻速運動咁樣，點解呢個 vx 睇上去唔似係一個勻速運動嘅呢？就係因為 tracker 喺計呢個 vx 出嚟嘅時候呢，累積誤差導致嘅係。咁其實你可以大概當佢係4點幾啦，可以移合出嚟啦，呢個結果係一個誤差導致嘅。咁 vy 你睇落去咧係一個勻減速到靜止，再勻加速反方向嘅一個運動。咁最重要咧，我哋係睇下喺 y 方向上邊嘅加速度係點樣樣。咁如果你開出嚟睇，你發覺 y 方向上面加速度咧係一個差唔多到-10左右嘅數值嘅係。咁我哋記得啦，如果你係一個自由落體運動嘅話啦，咁你應該物體係受一個豎直向下嘅加速度嘅量值係9.8米每平方秒嘅加速度嘅係。咁我哋用實驗就證明咗啦。喺拋體運動方面，佢 y 方向豎直方向上邊咧加速度好似係9.8喎有。咁你用 tracker 記錄呢啲嘢，做一個運動分析。大概過程就係咁樣樣。